日係國慶，我喺啟德做主持人，去帶領呢個升旗儀式嘅開始同埋結束。我感覺好自豪，因為可以代表中國人同埋香港青少年軍去主持呢個升旗儀式。呢度仲有國安嘅展覽啦，同埋有關中國文化嘅特色攤位，我可以帶佢哋嚟呢度去感受一下節日嘅氣氛。嗱，今日係國慶節啦，咁咧就因為咧有2隻軍艦咧就嚟呢度咧就係俾香港市民參觀，咁我哋咧就特登咧就係喺網上預約咧就嚟呢度參觀呢2隻軍艦嘅。而家裏邊有一個模型展咧都幾好啊，即係而家見到嗰幾隻艦啦，同埋嗰啲導彈發射車，咁嗰度都睇到我哋而家國家嗰個武器啦。今天国庆嘛，然后看到这个赛马场有活动，然后本来也比较感兴趣，第一次来看赛马，所以今天过来看了。一开门11点多就过来了，看得非常激动。活动一直都蛮有趣的，各个场馆也都参观了不少，体验非常好。國慶嚟西九龍，我睇到一啲海啦，跟住有一啲着住華服好靚嗰啲人啦，好開心，即係覺得啲中國古代嗰啲衫真係好靚咯。5、4、3、2、1。